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可可客棧，哈哈，好點。今日有了大家談客家建議，講到客家建議，先不大家上3秒鐘，1、2、3。冇唔錯，唔家聽到都搶水線通發機，喊係通發機，冇上有先天嘅咪咩人講啊。做乜嘅客家人當上365年，當然都係啲嘅通發機呢。我了解講到客家就朗朗上口嘅通發機，我老時間在100個陣到當久以前，2002年。等一下，2002年明明就係19年前，天啦，冇唔錯。其實通發機係冇一久嘅歷史文化經驗，除咗土著苗山鄉客家人喺地方都可以有當到有同屬以外，實在想唔到通發老客家人後邊有乜嘅真正嘅關聯。這做乜嘅通發機我哋2002年突然蹦出來呢？原來這一切的一切都係邊度講啦？因為對於只想走馬看花嘅講客來講，比起其他看唔識嘅客家建議、客家文化、客家話，還唔當賞花賞月賞秋香，各位吃美食拍屁股，基本快很準又簡單便利。故說嘅唔啲係那3條嘅浪漫台山線，每天能 Q 下出來嘅引流。政府沒懂安呀不對，也很應景的塑造郵筒和客家文化的連結，望着郵筒神廟的東橋，每搭別到新體上香堅持嘅客家口音，真的好方便哦。不過大部分的客家人還能滿頭問號啊！怎麼以前沒有，現在有？我又跑回去看，還真的沒有啊！給整體嘅客家建議可以上到用人咯。其實台期屬於嘅客家特殊建議，都會是總體 Q 兩年嘅差美，也可以預備大部分嘅時間，客家人都會散忙嘅，嗡地工作。至於到為年尾老公年的時間，咱都得好好聊一下。一段時間除咗結婚，都要食果子擺薯條，慢耐去搭車一下啦。傳統客家節慶時咩要感謝的人太多，統統謝天，搭車的方式只有8種哦。除咗晚福，就會零年代用數東西來搭車露天宮過年的照顧。如果還有明天，就會定演出，祈禱風調雨順，作物長高高，孩子也長高高，統統長高高，你就可以人工嘅幸福啦。生意客家中都會搞中年看寒的時節，就會用木棍撈種麥嚟，邊粗糧來 play，沙人就會啲粗糧食行，插條火來搭車露天宮，那個雲啊，那個霧啊，哎呦飛龍在天啊，就變做客家雲火龍節嘞。就那個長年儀式係客家傳統嘅天神日，也可以咧用來紀念五母娘補田的日嘞。大家會準備天板來祭拜，要求下老五母娘天數補田，一個補天同慶的意涵啦。也就可以有做冇做，聊到天成高，人一客家人都冇做事，求下創山歌，慶祝一下，還個人沒傳說中嘅全國客家人嘞，不知道了吧？至於講到咁多呀，發現明明客家有當到有文化意義嘅建議。做乜嘅上到客家，實直接搶上到通發機呢？通發機係因為外在力量張呱呱誕生的新文化。雖然新文化嘅產生冇聽說好壞壞或好棒棒，但沒有想看啦，這個新文化是建立在什麼之上？現在將郵筒老客家人嘅意象拉在一起捆作堆，對了解豐富嘅客家文化，一場又有地位打上誒。當代文化就係神法，除咗觀光以外，通發機有哪隻部分就係連到客家人嘅神法呢？一個通發機比如有用下去呢？一條問題的答案就會靠各位朋友看下想看哪了。好的，到底客家嘅文化還有乜嘅重要嘅內容呢？可可客棧，哈哈，好點，下一拜再來講了，拜拜。哇，原來桐花季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啊！對啊，你看你是不是該多讀點書了？讀都讀。孺子可教也，還有很多像3·1雲火龍節一樣有意思的客家節日值得認識呢。好好玩哦！雲火龍聽起來就攻擊力很強啊！不止很強，而且還很有趣哦！哇，是客家金曲專輯王黃子軒！哇，是黃子軒哎，簽名！我也要簽名！大家好，我是黃子軒與山平快的主唱黃子軒。你有參加過什麼有趣的客家活動呢？有啊，像我參加過我們客家天川日唱山歌，苗栗的棒龍節，當然還有一個我們客家最重要的客家藝名祭。好好玩哦！真的，客家節日非常豐富哦，不只有桐花季。冇錯，你客家節慶非常豐富哦。冇錯，客家的節慶非常豐富哦。他在亂念什麼？下次換我來主持好了。哪有？你來，叫我證一下你的天堂。來。